拢眾兄弟姊妹們，上帝嘅愛，造天造地嘅上帝，十分大嘅愛，對世間人類在世間裏頭，呢個羅馬書第8節按樣人講到，但係上帝獻出嘅愛，本隆重世界，所以透過耶穌基督死本世界，當世界很有罪惡嘅方面，嗱，上帝嘅愛睇到世界猛食嘅。世間猛信人嘅，世間本一罪惡太多，基督做了嘅愛本世界了，因為到佢來了世間死本世界，在十字架的，然後佢復活，為了世界得到永久嘅生命。呢個羅馬書5第9節按樣講到，嗱，世間猛信人嘅猛食嘅，基督做了本世界很講驚嚇，世界相信了其實，世界得到嘅寶血親上世界。認為這個義人意思唔係錯了，唔係得到上帝嘅處罰，這個得救，所以這個係嚟相信耶穌基督做了本世界，在十字架嘅，你下這個信任了其實，相信其實，這個唔係得到上帝嘅處罰，唔係本隻罪惡產到，唔係本隻罪惡控制到，這個脫離在耶穌基督裡面，因為耶穌死了本世界，在十字架的。一個愛安排對世界，一個恩典安排對世界，所以世界謙卑嚟接呢恩典，接上帝做出嘅提示，本世界，世界信任嘅，世界救主，世界得到永久嘅生命。阿門。